巧药啊！唉，天阁光啊！我猜我锁匙偷过手，偏偏啊无法度去救人。啊，这声吼，若有人对遮来发现着我哦，我就安尼死路一条。唉，可心的啊，可心的，你真是一个戆贼咯！好叫是啥人咧？原来是你公主，害我安尼惊一个庆官拢选出来。是安怎？陆姑娘甲阮老大的吼，去互人禁伫咧前山咯。紧！拜托，这个铁锁，甲夺看会开袂？这个若夺会开吼，咱就有法度来去救人啊！你着上好准呢，千万你着小心呢，你毋通对手甲夹落去，迄是无咧滚笑的呢。免惊！哎呦喂啊！哦，嘿嘿，无等看，你的剑法阁准安怎？哎，对，行，我这有锁匙，斗阵来去救人。因为我是袂放心陆清伊的案，所以才会赶来遮要看卖。我看救人也是你家一个人去，我若看到因，较无方便。啊，对啦，我煞去互袂记的。啊，你甲伊，伊才阁甲伊。好啊，莫搁再讲啊！救人较要紧，你去救人，我先转来去。好。诶，我讲，若是要靠着可心的这套本领哦，一定是有办法救出来。老大，你安尼沿路甲我婀娜规抓，我那强要起歹势起来。其实哦，嘛毋是干那我家己一个熬啦。人迄你公主哪有斗3工呢？是清早伊毋知安怎讲要做头前先转去。经理啊，咱应该若赶紧下山啊！我若看你哦，这2天我倒去拢毋食药丸，连这下山你也无法度通行落去。来，我爱遐。安怎？还我伫咧歹势性？啊，惨啊！对，我煞袂记，我听迄些熊讲要去掠小风哦。这敢不了上中哦！啥话啦？是啥代志？啊，上中，我咧去使用无走去啊！去使用，好，去使用，上，好，去使用，小队，啊！我家己来。大兄是毋是转来啊？你也免担心，大兄所讲的是无毋对。夏江良伊的武功极为高强，我看是袂有啥物危险。青莲，看你敢若有啥物话要讲？
是安怎要问我心肝底？你唔讲出来，讲出来袂要紧啊。表兄，自将千里来见见，岁月悠悠记心念。一秒开花如情理，表哥情深情意切，是在岁月叫相思，你的心事又可留。情离落心，是愧疚。悲欢摇记，又怕忧。有幸乃是平安眠，一对江流情意尽，更离不必求磨灭，我心性转有情理。是真实的。爱甲阮阿娘讲，从咱两个婚事来甲伊取消就好。不过，我有一个要求，这个礼仔卡是毋是会当留互我做纪念呢？表兄，这个礼仔确实不祥之物，险险就拆散两对有情人。不祥之物，那呢就该留到我的身躯边，会当使你甲下工娘两个人白头偕老，安尼毋是更加搁较好？我得着这条嘴个，我才将往事一件一件甲想清楚。原来赵夫人，伊早就知影讲自细汉伊是冒充的。真的，当初伊苦劝我带你走，我搁一咧担心讲，我若安尼做，会使恁父王对宝庆王失信。也毋过赵夫人伊一再强调，我带你走绝对是袂唔对。唉，金莲，请家在，当初恁父王命你来嫁予王子，甲伊完婚，说使你若真是嫁予迄个恶道，敢是悔婚终生呢？好啊啦，过去的代志，佮讲咧要创啥？你的想法我上解了解。你是想讲，今年嫁予啥物人拢嘛无妥当，只有嫁予你，才算上妥当。天后，你敢捌想过，这个出玉权是要正式王子身份的证据，是安怎？哪会等落去通会合咧？
这，不管安怎讲，反正咱也大声找着下工了。进来。马超，叫世荣，马天图，银莲公主，恁两个人的名我真准知样，竟然无死啊！来，手中的玉环交出来，交我斗阵来见王爷。你别想，你敢叫袂记你讲我这支剑是个七金断玉啊？银莲公主，4年前你小数迄标，今仔日我也要讨倒转来。大咧啦，哈，搁走！信讲你热唔惊死，多谢老前辈救命之恩。多谢老前辈小可代志面咧。哦，你就是暹罗国的银莲公主吼？是啊。听着好，中人之事，受人之托，我找着你啊！免惊。有一个朋友叫做明士秋，伫咧暹罗国转来，寄暹罗国的国王一寡话，互我要甲你讲。阮有安怎讲？伊讲伊真思念你，叫你着转去互看看咧。还佫有咧哦，伊讲你若要转去互看，上介好啊，是带一个驸马爷转去，伊会佫较欢喜啊。多谢老母。哈哈，免甲我说声，这我是互人拜托的，我要走啊吼。要有，迄句驸马爷转去看看，伊无讲，迄是我假啦。真是一位风尘伊人。天后，我嘛足思念阮父王的呢，是讲咱嘛应该倒转去暹罗国，你来拜见阮父王。那是当然啦，但是爱等下我找着下工量了后，将物件交互伊再搁讲啊。来，进去。敢是马兄咧？夏公主，系啊，阮倒来去找你呢。哪遐尼正多？我对赶一个恶徒，伫这我会误着恁。嘛真多好，这项物件你捌看过无？翠玉环，你伫咧对啊得到这个翠玉环呢？是一个渔夫对通为何甲伊蒙起来？莫非是天意？唔照因心。妈呀！这个翠玉环是安尼，我的手中甲等落个通为何的？你讲，你毋着早知影讲朱世林就是冒充的，而且也知影讲你家己就是真王子咯。你为什么要相传这个恶徒呢？偏多心肠。
了不义，做心中万恶偏多，你竟会宽容？天后，你咧受害做亲啊！我唔管你有啥物苦衷，既然证据搁伫我的手内，为着天理，为着正义，我绝对要揭穿迄个恶毒的阴谋。好，妈呀，你的想法是无唔对，你按怎样去做，我就袂阻挡你。我只希望你暂时容忍，因为我的囝小凤现在是落在解放组的掌中。怎样？你能够靠我去跑？欧牙狗。欧阳，阿爹。啥是你老爸？你看我清楚！别招待！哼！你应该看卖，这个囡仔成什么啊？王爷，这小可该看起来足性下刚良的啊。王爷，也毋过伊是定水有生的，甲下江阳的面共款，王爷你的面嘛甲对，小讲啥？小可该死。王爷，小可要带小凤来中途，发现到一件秘密啦。马天罗甲着银莲公主并无死，而且陆成所写迄张配内容，完全刻在一卡玉环内面。迄卡玉环现在落在马天罗甲银莲公主的手中。王爷，为着你将来的荣华富贵，现在咱只有将夏江良甲着马天罗一派人一网打尽才会用哩啊！你的意思是？王爷。真好的办法。在。你这刻先行一步，将让这个囡仔甲我抓去武陵山干死。遵命。呀！那啲下江良是大英雄，你若敢欺负我，我哪敢甲真个屁股？你是歹人，你是歹人，你是大歹人，你是大歹人。阿爹，紧来救我啦！阿爹，紧来救我啦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
片山路国，大小所有的码头，根本都无一个卖水果的叫做名士。骗我离开中原这4年，你的用意是什么？我是善意的。那呢？你即马就老实跟我讲，目前的假王爷，自细汉是啥人冒充的？伊为什么会甲夏江龙遐尼共面？夏江龙是王维的亲生囝，所以伊甲王维同款。王维甲我的家后是相生的资源，那呢？遐个吊子。伊为什么会跟我家后共面？你讲，你跟我20年毋捌出手的剑，现在已经出手了。你应该知影后果是甚物。你哪骗我？骗大哥，无毋对。迄个冒充自细日的假王子，是你的亲生囝。